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，我是阿明詹伟民，倾心打造民主路，育润资源大文声。今日咱的来宾是咱台湾民主政治路的推手之一，伊捌做过立法委员、国大代表，嘛是彰化县的老县长。迄主时咧对台语母语运动付出真多，甚至成立台湾头一个台语文创意园区。伊讲伊是永远的社工，社会工作嘛是伊一世人的职业。伊是周清玉，今日台湾新眼界文化新台湾，要出来看伊的故事。进来看，万台你就点看一看。全台湾头一个台语创意文园区，伫民国107年5月初5，伫彰化县新公园绿色环境学习营地正式成立，促成台语园区成立。背后上大的推手就是伊周清玉。周清玉用心推广台语文化，20多年前开始推动台语演讲比赛，另外发展出文化营、合唱比赛以及母语日游行等活动，用心为本土语言来做努力。若如会当有一个园区专心来推动的时，变有一个基地，大家一个立足地吼，一个基地，大家做伙来遮，会当做伙讨论、做伙训练，做伙耍、做伙鼓励安尼讨论研究各种的编教材、各种的政策，啥物拢会当讨论时，我想迄是需要的。嘛有路用，互民间会当来安尼。推动台语运动20多年，周清玉发觉也是需要一个基地、有组织来推动。现在台语创意文园区创立已经满1周年，回顾1年来的成绩，到园区关心台语的民众，对囡仔到老大人，对学校到工商各界拢有，互周清玉真感动。有少年的家长，因为就是讲伊嘛，伊感觉讲。伊家己的台语就袂练转，就有去发觉讲，迄台语足要紧，所以因就想讲，应该来推动，因就想讲来遮来希望阮会当来帮忙，咱带动因更较侪的活动安尼吼，所以因，阮感觉这个少年的这个新手爸妈吼，这个新手爸妈因会当要紧台语，我感觉这是足好，阮足大的感动。我嘛有看到迄个老阿嬷吼，还是阿公吼，伊讲，我逐礼拜来啊，阮囡仔吼，我拜6礼拜就出来，伊拢来比咱遐迄个第一馆，伊拢来遮参加比赛，我逐礼拜伊就来。虽然现在看到台语的推广已经有袂歹的成果，但是一开始推动台语运动的时阵，因为社会风气的关系，大环境毋是真优先。但是凭着台湾人对台语有感情，现在社会大众嘛愈来愈重视台语。其实台湾人其实家己嘛是有感情，家己嘛是有意识，但是只是过去都是。政府的规个政策无重视的时候，结果就会受到对规个团体迄个环境。咱知影一个语言、一个文化，其实环境是最要紧的。所以环境其实影响足大。但是真感谢有足侪人学者这有志人士，大家无放弃，一直都是直做。虽然困难，但是直努力。所以咱就知影讲，这个国家语言发展法通过。或者是那是安尼，大概是那系足大的困难去变势。一户二路3万角，古早到今有名声。南来北往山海线，拢爱经过咱彰化。阮旧年是推动讲，阮兜讲台语，今年阮讲咱来讲台语，意思是讲，其实不三时，互咱有这个环境，拢有这款的机会。大家有听，囡仔就会讲啊。伊若无听，伊当然就袂讲嘛。伊恁若无家鼓励，伊嘛毋知迄偌好，伊嘛毋知迄偌要紧。伫咱彰化这首诗当中，周清玉详细记录彰化人文甲物产，对台南过来彰化做新妇，然后做彰化县长。伊讲户口从来无迁离开彰化。我不但是对台南有感情，我对彰化嘛是同款有感情。不但有感情，更有责任。你会感觉讲，你担当这济人民对咱有
寄托，我就认真做。保持着对台湾这片土地的爱，专心投入推广台语。现在成功将八卦山旧营区转型活化，成为台语学习中心。就亲像机关卡片所写的，希望未来台语会当出头天。哇，咱兜讲台语啊，今年的这个口号是啥？咱要来请教咱台语文创意园区咱的杀手，咱的周清玉老馆长你好。你好，各位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。我想阮已经足久啊，吼，20几档。其实阮逐年拢是讲，实在讲足侪代志拢爱做。不过阮感觉讲一年呐用一个口号，可能较简单啊，集中安尼。所以阮拢起初就是讲，讲台语真欢喜。吼，这有欢喜。第二年就变做讲台语安怎？我爱你，我爱你，哦，真甲人安尼接触安尼真紧安尼。啊，就是另外就是讲，因为大家拢爱翕相嘛，是。啊，所以讲台语真欢喜，啊，就大家都笑出来哈。欢喜啊！摆这个口号的，咱要翕相时阵真欢喜。真欢喜。啊，所以即摆差不多伫中华，差不多大家拢足习惯吼。是。讲台语后壁大家都真欢喜。真欢喜。安尼。哦。啊，讲台语我爱你，啊，台语好听，大家爱讲。大家爱讲。所以阮逐年拢有一句吼。啊，去年就是阮兜讲台语，你看阮的衫度，阮一年一领衫，一年一个袋啊，一年一寡贴纸，一年一个 L 夹，啊，拢说个，敢若不止啊水吼，就大家拢足介意安尼。所以我是感觉讲，用安尼去衬托，其实台湾的文化本来就是水的，唔是迄个粗粗俗俗的，是过去互人无重视，啊，互人甲咱足压制，其实。咱家己都爱会当认捌咱家己的文化，啊有看重，有珍惜，啊去发扬就足好的啊。所以我就用一句讲，本土语言爱主流化，爱大家爱当作是要紧的代志，然后做伙去推动，啊大家有要紧，啊家己有看重啊，你家己足有自信的，你就会为这直直去维护、去推动、去发展。同世界，你若有你家己的特色。唔免惊，人无看到你。真正唔通看轻家己的文化，尤其有这个台语文创意园区，这个台语保存甲真好。你看头拄咱看，有这个布袋戏啦，有这个坐，互这个少年囡仔，也是讲这个少年辈这个爸爸妈妈带囡仔去，拢感觉是对着家己的文化，搁认捌一遍安尼。好，你咧讲，我感觉阮其实努力才20几档吼，有一寡迄个感触，就是像细汉囡仔，像阮有一个关怀广播电台，啊，逐年都有一个广播营，啊，囡仔甲妈妈都做伙来呢，啊，上电台时，我甲问讲，啊，你几岁？伊讲我5年。5年。你几年的啦？我问讲你几年的？伊讲5年。啊，妈妈怎啊紧张起来？伊是音发袂出来，5年变做5年。是。哦，咱普通听着讲，什么囡仔讲做音啊，有吼。啊，其实就是迄个音，自细汉无啥咧听，啊无讲，啊所以全发袂出来。其实阮自细汉就有讲台湾话足自然，所以音发会出来。其实你若台语有咧练有咧发，你英语音就变了准。足侪人讲我英语足准吼，其实我想甲我会。自细汉讲台语有关系，因为咱台语有7声8调，这个声调甲台语英语这个小比拼袂输呢，对无？是，足侪话，其实我想有真侪笑话吼。不过，而且我是想讲，过去就是因为政府的政策，所以致使甲咱今仔日足侪人拢唔知影，都根本都无听嘛，无听着，就甚至我伫师范大学嘛有教册吼，啊有学生啊讲伊台语听无。你会感觉足奇怪，讲你倒位人？伊讲我台湾人啊，但是听无。啊，你敢会使甲怪？袂使怪。就是讲赶紧，互伊有机会听，鼓励大家人讲，啊，互伊会当有听到，伊就会晓讲，啊，互伊知影迄个要紧，迄个价值伫倒。其实差不多，这中辈以上，大家拢足欢喜，但是无讲的是，这少年辈根本唔知影。真正去个帮等戏杀的，拢这个文化，这个家己的语言拢无去安尼。啊嘛，唔知影通紧张，是，唔知影通紧张。所以这个台语文创意园区，真正就是要有一个机会，有一个平台，有一个这共同大家的基地，啊，这是正人的，大家人的。是，所以一档啊，你感觉
拍拼有成果无？安尼初初看起来，我想吼，我是足满心的感谢，因为会使讲，就用我一个我的工作的伙伴，阮叫伊大姐，伊讲一句，伊讲我吼，我拢变有份的呢，真正看到对无中间甲硬甲生出来，我拢做有份的呢，我嘛捌做到半暝啊，就是伫旧年5月初5，阮要开幕迄个揭牌，就是阮有特别去邀请总统来，结果毋领总统来，连咱的文化部长、教育部长、总统府的秘书长咱的资政，有足侪人地方遮学者专家地方遮关心的人，佮有细汉的童军足侪人拢来，阮真正是足感谢，就是讲。迄是一个军营，过去是军营，炮兵营区拢总是14甲外。哦，遮尔大。是我第20几年前做馆长的时阵，迄个时阵拄好叫部队移防嘛，遐就无咧训练啦。差不多剩较无100个人，我感觉讲安尼足无彩的吼，现大的所在，迄个时阵都姚嘉文律师，迄个时阵拄好是立法委员，是国防。委员会召集人，伊讲，咱做伙来甲国防部长讨吼。国防部长拄是孙正部长，是阮以前台湾大学的校长，老校长，阮拢校友啊，所以两个都相带去甲伊会吼。伊就，我想加减嘛有关系。然后就是讲，当年迄个时阵拄无移防啊，最无用的遐，所以。当年我讨回3个军营，我做馆长。当年我想，姚嘉文原来有用咱吼，校长、部长伊就想讲，而且校友啊，而且迄个所在即马拄军队无用，所以嘛安尼，而且迄毋是变做私人，是公的所在，所以阮到尾后即马是用迄个所在来正，就甲伊转做咱。其实起初是先对一间、2间、3间，安尼开始渐渐开始，因为其实我推动咱的台语已经25档啊，25档对台语演讲比赛对文化营、趣味文化营，对各种的活动221世界母语等直来，佮有台语合唱团、台语剧团童军队，拢就是逐项拢好，因为若好的，阮就甲推。只要因为拢爱用着语言，只要你用台语，你无去限制你的内容，你内容好的，就敢若咱普通拢讲所谓的国语，其实台语嘛是应该会当会晓讲啊，所以互囡仔有机会去听、去讲、去用台语就袂胖行。阮是用安尼做一个推动安尼。哦，你讲到这个童军团，因要用台语。嘛不了简单的吼，嘛不了困难吼。这是对这个老师，对这一个长辈。阮的童军团是必须要家长拢爱参加的。阮的是一直做伙，所以伫所有的活动中间，只有特别要求，你拢共款，训练拢共款，但是用台语就好。是用台语，但是这个训练安尼真深刻呢。足深刻。是啊，你甲咱分享一下。恁拢有活动，阮会特别有要求家长嘛都爱来。所以毋是讲干那囡仔教互你，你去训练就无，家长拢爱来做伙参加。因各种的活动拢真趣味，拢逐个月拢有各种的训练，包括都爱出来做服务哦，包括阮的所有的活动，伊嘛拢爱出来。包括露营。包括做各种的代志，包括做好代志，包括阮221吼，221是世界母语日，阮的童军团吼，就总出来去斗分迄个团单吼，就是其实你敢知影什么是世界母语日？你敢知？我可能小看捌，但是小看捌，唔知影，不要紧，我甲你讲，就是。2月21是通世界的母语日，阮迄讲其实足侪人拢唔知影，毋过真多谢是学校即嘛嘛有咧宣导，有咧知，但是是毋是真正知？我感觉有小可
小可无讲完全来推动，啊，所以阮就迄天，阮就从文宣，啊，就带，甚至阮有宣传车出去广播，阮就要求阮的县政府的教育局长哦，甲阮做伙伫宣传车顶，啊，乡镇长、议员安尼，大家出来讲，坐政车出去广告哦。哦，这较早民主经验来用来推塞台语就对啊。唔尔安尼，阮的童军小朋友穿童军服哦。是。啊，去菜市啊，分迄个团单世界221世界母语日的团单，互人知影讲什么是母语日，啊，迄个意思是安怎。所以，阮就是讲用各种的方法，啊，用迄个价值甲放做伙，但是用台语来传播。是。阮用会使讲用任何方式拢需要，各种的方法拢会当。毋过这是一个童军啊，也是讲这个推塞台语，有这个真技巧的这个部分。毋过拄着要装钱，可能嘛是真困难的所在。后要成立这个台语文创意园区，钱的部分要安怎来？你可能嘛头壳摸咧烧。啊，迄其实足简，毋是足简单，就是讲，阮推动台语演讲比赛起初第一年吼，迄是已经是25年前的代志。迄时阵其实我做县长的时阵，就开始派4个老师去清华大学，对迄个郑良伟教授，迄阵伊对夏威夷倒转来，去对伊上课。因为我迄阵就感觉讲，咱大家读册拢敢若读讲，中国有啥物铁路啦，有啥物山啦，有啥物河啦，长江啦，黄河，台湾台湾的吼，所以我才开始讲，安尼咱上无先对咱的乡土的教材先来整理，所以我就先对中华县的乡土教材，要求教育局去整理来出，另外就是派4个老师，去清华大学对郑良伟教授学台语，然后倒转来做阮的种子教师，对，安尼开始直直推，然后阮开始办演讲比赛时，迄个时阵哪有台语演讲比赛？20几年前有就是国语演讲比赛，是所谓的国语演讲比赛。其实我细汉拢是国语演讲比赛的选手呢。我根本哪有咧讲台语演讲比赛？迄个时阵哪有人讲？哪有无人咧比赛？对啊，政策就是甲你挡伫遮，哪有这种比赛？无政府当然嘛无资源啦，是我家己假熬吼，家己想讲这要紧，所以我就讲，我拢讲笑讲，我是威胁利诱，吼，但是大家威胁就是安那，你是我的朋友啊，恁兜有细汉囡仔无？对幼稚园到小学6年，都遐囡仔，有家己的干部上无嘛，先支援咱的条仔卡啦，咱的地方的即个好朋友的囡仔，就开始就要求因来。是利用呢，小朋友只要有糖啊，有饼，有礼物，有奖品，有奖金，所以阮20几年前就开始。第一名2000块，我就安尼直直办落，办到即晚嘛是安尼。所以，但是迄阵第一年安尼50个囡仔出来，就出来是去台顶有诶嘛，去台顶遐徛3分钟，徛嘛有啊，去遐甲你考诶嘛有。即摆来到即摆咧，会当阮捌一年。捌上济捌到1年有2000个囡仔比赛，遮尔济，所以推塞这个台语的部分，真正是有看到豆豆有这个成果啊。所以这个后壁，这个甲你做伙推塞的这个姚嘉文，就是你的红婿，你的故事，咱伫后一段要个好好来讨论。其实是厝人足疼，大家讲因唔敢想讲我是会当遐尼严硬，经过美丽岛，经过安尼，即摆个安尼敢若罗马堡咧吼，安尼直直愈去安尼。是，所以伫厝诶毋是安尼。今日要访问的就是咱周清玉，其实伫民主这条路还是台语这条路，你后壁拢有一个人咧甲你斗相共，就是咱的主政姚嘉文。伊毋是后壁，伊是头前。头前是你后，你是后壁。我是后壁。是。我伫厝里，我是安尼细汉的。安尼哦。那我是伊咧发命令的，我是乖乖啊，倒伫后壁。因为伊捌讲一句话，伊讲伊咧读册时，我还伫涂骹白。所以恁差几岁？
差6岁。差6岁，无啦，安尼无真正咧白啦。其实吼，就是看到恁的这个互动嘛，是真正好。进前这个小秋哥，就是咱这个民主路摄影哦，这个小秋哥摄影，伊的名册头顶有写讲，又去参加你的关怀电台。哦。对，又写着一段这个主情去目睭去开刀，开了又讲什么话互你听？哦，足过分的咧。安怎讲？伊讲吼，你今仔日哪遮尔济作文？我讲哦，安尼袂使个，伊讲另外还佫一边爱开，我讲袂使个开啊。安怎讲？伤名也唔好安尼哦。伊讲以前都无听伊咧讲我遐济撩魂啊，啊结果今仔日开到转来，伊就现讲，哦，你今仔日看起来哪遮济撩魂啊咧。毋过嘛，看会做恁的这个翁仔某的这个互动，真正是过分的，伊足过分的，真过分咯。不过你是讲过分，但是爱伫心内就对啊啦。足过分。是，但是这个因缘是安怎开始的？阮其实是台湾大学的是同一年的同学，啊，有的课当然捌做伙上，伊是法律系，我是社会工作，但是伫偏偏伫因伊的同学。有我台南人，是，因的同学有台南一中，所以因知影我伫台南的情形，我是台南女中。啊，然后阮伫台大法学院的时候，阮有一个团叫做社会科学研讨会，阮有做伙一个会，伊是会长，我是秘书，啊，所以就定爱做伙开会啊，做伙工作啊。其实迄个时阵，我会记得有一站。拄好是彭明敏教授，伊互软禁，啊，伊讲要招我去，我其实我唔敢，因为听了会惊咧吼。实在讲，尤其我古早的时阵，若听到讲政治，大家厝里拢讲绝对唔通去碰着政治嘛，所以惊伊逐遍拢跟我笑，伊讲头先就讲唔爱来，尾下佫讲我佫走去讲，安尼我嘛要来去。对。哈，所以迄阵我，就彭教授我写讲，迄时阵有学生要碰考去，结果就是阮两个要去啊。迄时阵我有惊到，因为伫巷仔口就有看到有人徛伫遐。是。哦，就迄个时阵我其实毋捌插着政治，啊，就有迄款气氛对。但是迄阵我会感觉讲，哦，因遮男生，因为阮迄个时阵发行院有5系嘛。啊，这个会就是每一个系就是经几个，大概应该是程度袂歹的吼，去做会，啊，大家做伙讨论，啊，每一系的成员伊报告因的专门的，比如政治的啦、法律的啦、经济啦或社会工作，我在想哇，我对台南来，啊，佫是女生啊，我若从来毋捌咧碰着政治，也毋捌咧听着。我想因凯在讲，我有一句一直记咧，伊讲，因的报告就讲，哦，咱的宪法吼，就亲像迄个细汉囡仔穿大人的西装共款，就是安尼，都根本都毋是，无适用毋是正式的，就是黑白，就像人的啊，无法。我记足条，我想讲，哦，因这男生哪？因哪会去讲迄，因哪会读迄，迄个时阵都是安尼尔。是，我想因为都是伫台大迄个法学院，阮都有安尼做伙咧讨论，所以都有机会都大家做伙啊。所以这是豆豆，这嘛要感谢这个阿兄啦。迄当阵这个阿兄甲阿姊拢读升大嘛吼，啊伊就讲可能你细汉的时阵，厝内甲你照顾较真好，一定爱甲你。塞出去外口读册安尼。你讲家喊去上远的所在，上好喊迄落，迄落拢上无方便的所在，迄喊去上无方便的所在上好安尼。所以话你安尼佫成长起来，啊嘛熟悉着。我想真正嘛是足多谢，无我绝对毋是安尼，绝对毋是安尼。所以迄当阵嘛真正感谢这个阿兄甲阿姊有这个推塞的力量。无，迄阵当然嘛是，其实是厝里足疼，啊。我就会记我第1年是够好笑。第1年来，会记得我生日，迄阵生日的时候，啊，厝里就我寄足侪物来，衫啦啥来，啊，结果就刚住宿舍，大家做伙就去翕相，结果翕出来相讲，
较瘦。较瘦呢，出来烦恼啊。毋是，厝内哪会知？就我家己，就大家做伙翕相，啊翕到较瘦，怎现好转去？哦，就等于塞奶都对。对，所以真的是迄个时阵到尾啊，大家讲因唔敢想讲我是会当遐尼严硬，经过美丽岛，啊经过安尼，啊即摆个安尼敢若罗马堡咧吼，安尼直直愈去安尼。是，所以伫厝诶毋是安尼。啊，真正行到这个政治咯，其实这个主政，这个影响嘛真大。你个有大夫出征，我想迄嘛是我有感触。其实伊当了去迄个时阵，我会感觉上起初我是讲，因念着人啊，因为伊有叛乱无叛乱我知啊。吼，伊骗别人骗我，大概伫厝诶，我当然知影伊有叛乱啊无。啊，所以上起初我起初无好哦，拢袂晓，都想讲啊，大概2、3工就倒转来啊，都因就会知影讲念着人啊，啊，就会帮到。伊尾也毋是，根本就连知影伫倒都毋知。啊，然后都知死啊啦，都知死啊。啊，然后安怎讲？佮一转了后，都真正看到人2个人做伙行，我都好啊咧，都无共款。后尾也就想讲，我不应该读册。我若无读册吼，敢若会晓煮饭，会晓洗衫，啊，都无去管到世间代志，都袂去为即落代志。所以那个 process， 迄个过程吼，其实是经过足济波折。我要讲的是，其实甲我家己学社会工作，伫精神科工作有关系。啊，所以到尾我想讲毋对呢。好佳在我有读册，我会知影讲，伊都无影叛乱，所以安尼我都应该爱安怎种去努力这个过程。而且我跟家己讲是讲，社会工作的训练就是安怎去看迄个问题，迄个原因安怎处理问题。对，然后爱处理问题，爱安怎看，安怎处理。啊，家己有困难，就是爱将各种的资源、各种的整合起来，扣做伙，然后努力，啊，然后爱解决迄个问题。啊，我感觉社会工作就是讲，我做社会工作，过去是对善车人工作，对善车的家庭，然后是对精神有病的人、家庭有困难的人，感觉，但是咱的台湾戒严。台湾的人权的问题、政治的问题，哇，造成遮尔济奇奇怪怪、足大的问题。这可是大条呢，这不是小条的呢。那家庭散车也是家庭暴力，迄种还阁看会到。其实人权的问题是足根本讲袂出来，藏伫倒仔骹的，看袂到，迄阁较恐怖，啊，阁较困难，阁较痛苦，啊，阁无人通倒骹手。啊，会搭过去，大概抓着领着就无敢插啊。啊，问题是，我今仔日竟然我家己嘛去当着啊。过去像姚嘉文做人权律师，大家讲伊是人权律师，迄阵阮拢想讲，都咧共倒骹手啊。咱会想讲，结果是家己互抓去。啊，才知影讲哇，啊，我若阁知影，啊，阁毋插，阁无去努力，啥物人会当知影？啥物人会当做？我阁无插。什么人会当通解决？所以我感觉这嘛是社会工作的本质。所以其实我嘛是咧做我的社会工作，我是拄我所有的训练倒过来这边安尼，所以我就想讲好，安尼我知影的代志，我应该爱去收集好，更较正确咧，更较清楚咧。因为要讲到爱有事实、有道理，才讲有效。啊，你学白讲无效啊，所以伫遐检测。伫美丽岛事件了后，我会有迄个角色，大概就是将各种的事实扣做伙，啊讲好清楚，互人知影。啊，惊嘛无效啊，就是爱讲啊。所以我们才会较去世界各国的这人权组织来，还是美国的 David 来，因啥物人来 ，Clark 来，啊都我会晓讲英语，啊所以都反正就直入去啊。所以嘛，互你惊到这个政治咯，其实咯，就是讲这个主政你互关的时阵，
你是代夫出征嘛吼，啊尾啊，其实咧竞选的时阵有一条歌，望你早归心，这条歌若弹落去，你目屎就哭哭淋啊。我想毋是我目屎哭哭淋，我想是差不多逐个人台顶台骹，逐个人拢好呢。啊，我感觉迄毋是迄场的选举，我感觉当然我是候选人，是，但是我会感觉迄是整个所有的台湾人，逐个人家己的每一个人家己的心情拢投咧伫遐是。你迄场我是讲实在是足感动，啊，我感觉迄根本真正是规个气氛拢是安尼，全局、全场、全场拢是安尼。全场。所以你头拄嘛讲到，就是讲行上这个政治路，是甲你较早社工这个背景有关系，就是你看到问题，对着问题。啊，其实哦，这个民主路真正毋是遐简单得来。你尾啊，其实如果选真济这个公职人员这个选举，其实逐届选，其实这个心情的感受拢无共款吧？我感觉还好呢，我感觉差不多拢共款，我就是甲有参加选举，甲无参加选举，甲当选、甲落选、甲有做、甲无做，基本的心情是共款，因为我就是甲即马，我嘛感觉我抑阁是咧做，我的本分其实是一个台湾人，啊是一个社会工作者，我用我所有的训练，我的信仰，我是基督徒，哦啊处理的教育就是一个台湾人的本分，台湾人的价值，台湾人的立场，我感觉这可能就是自细汉就是安尼，啊我感觉其实即马可能逐个人，若准会当拢恢复到即个节，我相信咱毋免啥物烦恼，因为其实所有的台湾人本质拢足善良，啊嘛足拼势，是啊，但是就是讲可能时代嘛一直变化，啊各种的即个冲击嘛足大，但是我感觉基本上台湾人是善良的，是啊，就是善良，所以有当时啊，互人较容易互骗去，因为足容易信任人。但是我感觉咱一定即摆事实上，大家应该搁较有智慧咧吼，啊会当看见是真诶是假的。我想安尼，基本上我是足乐观，无遐那悲观。是，所以自这个老馆长的这个例，咱来看到讲，其实台湾这个新的力量，其实也搁存在，一直存在。对，所以咱要来看到你甲你这个先生，咱组成这个斗阵这个过程。最重要的是在参加咱姚嘉文主委这个新书发表会，姚嘉文追梦记。总统府主席姚嘉文特别选伫中华台语园区举办新册发表会。写这本书的意义就是讲，我是村下囡仔，去大学发展，足侪波折，足侪坎坷，到尾就变做即马这证明，这故事写出来，都是转来转来中华，大家都是说明大家。为着新册发表会非常无用的，是结婚超过半世纪的周清玉，姚嘉文嘛无袂记你送予伊一份大礼物。我今仔日买册的钱拢捐这个基金会做这个所在用啦，这个钱。因为伊过去在推动咱的主管的这个意见，这个推动足认真。啊，即摆看少年的直直起来吼，啊，伊感觉讲，阮在推动这个台语，这个工作，伊本地就拢是要紧，所以讲这部分，敢若大家还佫无足侪人有这个共识，有佫较侪人去注意啊，但是还佫无足普遍安尼吼，所以特别需要讲伊想讲安尼，伊佫斗赞一下安尼吼，所以就来讲，阮真感谢。周清玉读的是社会工作，较少参与政治。姚嘉文做律师的时阵，常常为弱势义务辩护。后来因为美丽岛事件受难，判刑12年。伫家的时阵，嘛来出版长篇历史小说，用文字抒发家己的心情。身为太太的周清玉，嘛因为无法度认同翁婿悲观，所以勇敢站出来。用律师的角度。专业去帮衬，这个所谓东外人士，然后碰到案件，伊就家己斗骹手，啊，结果愈看愈唔对，结果伊家己原来受到足侪迫害，袂使驾车，袂使创啥，啊，所以尾仔伊讲好，安尼伊就参加选举，啊，结果尾仔就因为美丽这个事件，互掠去关啊，律师嘛袂让做律师，就互掠去关啊嘛，啊，所以结果
换我这个完全无介入的时候，我感觉讲，伊都无影叛乱啊。啊，所以我当然我就敢替伊讲话，我就换我参与继续这个路。周清玉用本身社会工作的专业，落去看问题，认为理清问题，然后想办法解决，才是真正的改变。所以，伊为姚嘉文站出来，伫姚嘉文咧坐驾的时阵，继续因的政治路，两个牵手行过奋斗的岁月。现在两个人嘛共心为公共议题咧付出。新册发表会嘛，拄好是姚嘉文81岁生日。姚嘉文展现夫妻亲情的一面，两个人伫民主改革的路上，虽然伫无共款的位置，但是共心来为公共利益推动。较早为台湾拼民主，现主席是台语母语，这个文化环境哦，继续要来做推测。现主席，咱来邀请哦，这个周清玉哦，等咱要看的这个影片，就是讲对着后一代，按怎来培养，咱做伙来看。手球红，开花21。讲台语真欢喜，讲台语我爱你。用简单的口号强调台语文推动的重点是环境。不过回想起当初拄开始推动台语运动的时阵，因为环境关系，所以并不是真顺利。设立基金会啊，开始推动台语演讲比赛。啊，起初是因为囡仔来参加啦，用礼物啊，叫乖囡仔来。起初印象台拢用好的，其实真正会晓讲嘛，嘛无咧讲台语。一开始举办演讲比赛，希望推广台语这项语言。不过周清玉发现，台顶比赛结束，囡仔落台就开始讲华语，要如何解决？周清玉嘛想出一个好办法。但是我感觉安尼无够，台顶讲的落嘛是讲所谓的国语，所以我讲安尼无够，所以才会开始有文化营。这开始一天变两天。下尾恁讲下尾刷的，我是下尾两起的。我讲啊，我下尾电下尾叽叽叫上好耍。下尾电下尾爽歪歪叫。后摆要过来下尾文化营。我是想，大项拢会使，只要讲用台语，只要你。无摆贴任何其他的语言，但是大家做伙来着用趣味快乐，互大家会当轻松，莫惊，因为遮尔久以来，足侪人根本都听无完的。其实伊本来是讲台湾话的族群，但是无咧听无咧讲都无去。所以阮是想讲，对生活着要紧，迄个环境若有存在着。我想都无去，然后研究推动，我想学者专家因各有因较深的这个境界，但是上无整个的环境，必须要是优先的，互台语袂芳紧。强调环境对语言的重要性，所以伫咧规划台语园区的时阵，周清玉嘛用真踏进生活的方式来设计，即今日园区内面都美丽的台语歌谣。水里外都有听到台语的歌谣，所以这个气氛，我想你看这个所在，足自然足轻松。这树木嘛是，阮拢，你像这建筑嘛是拢旧的，旧的足侪物拢是人二手的物啊，所以毋是用钱买，阮是用心，用真正的感情，大家去努力出来。
周清玉为台语用心推动25年，一步一步慢慢累积，现在来到台语园区的人愈来愈多，这对周清玉来讲，就是上好的回报。真正是一步一步豆豆行，才有即马现主是这成果哦。毋过有一个这个例哦，我要讲出来，互这个观众朋友听一下，就是讲哦，较早我看到一个报道啦，就是讲这个周清玉这个老馆长哦，较早去教会时阵。有一摆拢爱翻译，互即个查某囝用华语哦讲互伊听，因为咱教会拢讲台语较济嘛。啊，其实安尼，你感觉一寡心疼是毋？迄是所以就是讲无注意，就是会安尼，因为安那，我的查某囡仔细汉的时阵是读迄个，伊是附小幼儿园，迄是国语的嘛，所以伊打去的是结果转来就是细汉的是讲台语，啊去读幼儿园了，转来就讲国语。啊，然后我嘛无特别注意，事实上无特别注意，因为迄个时阵其实我头壳也无去咧分什么台语、国语啥，无特别的迄个意识没有。啊，结果教会时阵，结果就足自然，因为我相信伊就听无，我就足自然甲发。结果隔壁讲哈，要甲阮的查某囝。听无台语哦，哦，我插一个，我才提醒一个，啊，等下就开始注意，我讲咱会袂晓听无吼，我竟然足自然知影伊袂晓听，但是无去感受着。其实我感觉咱差不多大家现主时大部分的人拢共款，拢欠缺这个意识，拢无感觉着，囡仔若无听。无讲，其实迄个时仔较无咧讲，就是讲，因为伊去校，伊若听无，伊就足辛苦。咱大家差不多，这父母拢想要帮忙囡仔，互伊足方便读册，足方便，甲大家会好。结果无想到家己的语言就拍无去，啊无去，若无赶紧救，真正会无去。所以我感觉同款的心情，即摆阮会足认真推动爱好，这个少年呢会晓讲，啊，即摆嘛真欢喜，这迄个有亲子共学，而且新手爸妈吼，我咧带细汉囡仔，因刚刚要共学做伙学，结果发觉妈妈家己嘛袂晓讲，爸爸家己袂晓讲，所以即摆阮一直足鼓励因会当安做伙来努力。啊，阮嘛真多谢教育部。其实有咧推动迄个沉浸式的教学，就是浸水式的，啊，对幼儿园、对小学拢有吼。即马啊，我特别伫中华馆，就足认真去推动。其实，若有机会再甲大家报告分享。啊，对沉浸式的幼儿园的即个推动，因阮可能足济力。我带中华馆的这幼儿园的主任啊、园长做伙去观摩，啊，转来因有足大的刺激，甚至有人好呢。啊，然后转来阮若开始推，结果足明显看到迄个成果。几个月就看到因的规个转变足大，而且足欢喜的，就是讲，因为安尼咧推动，结果家长愈较认同，颠倒无迄个招生的困难，颠倒大家足积极着，啊，亲身看到迄个效果，我足欢喜。啊，所以我即马想讲，家庭当然要紧，但是我即马搁去想着讲。阮即摆已经要求，特别阮其中有一个，阮的董事会基金会董事会，一个是妇产科的医生。妇产科，我专工去找伊，我讲吼，应该对妇产科妈妈开始怀孕的时候，就互因做准备，因为拢有迄个教室，妈妈教室，就互因我来提醒因注意，伫生囡仔了后，囡仔开始接受。就互因会当接受到母语，其实毋是干那台语啦，但是客家因就是注意客语，原住民就注意原住民语，同款的对细汉就开始，所以阮是即马已经进步，要对妇产科的医生开始，对小儿科，对因迄个妈妈教师遐开始，互因有即款的理解。啊，对遐注意的，对细汉就有迄个环境的时。就免后壁你遮尔辛苦。是有影，后一代对要捡识这个母语无简单，所以对妇产科开始。但是你感觉安尼有把握无？有啊，阮伊都，迄是妇产科，因嘛欢喜要安尼支持啊。因为其实我感觉大部分的人，你若有去甲努力，有去接受，大家拢
拍伫心肝底，是，拢足欢喜来参与。啊，当然嘛是有的人感觉啊，迄也无客气啊，迄无要紧啦。但是，阮会感觉讲，绝大部分人拢会反映讲啊，这真要紧，啊，这真好，啊，所以会当有，就是像你头我讲，我这个经费足困难。其实咱毋是用钱咧拍。是用心在努力，啊，去互人知影了，大家就参与。你讲像我办台语演讲比赛，其实阮家己当然基金会有一寡钱，其实我的电台会支援者。结果有的人就到处礼物啊，有的人就是各种的礼物都直了，啊，自家去发奖品。阮是每一个参加人拢有奖品，拢有参加奖，是有参加奖，有参加奖。啊，所以大家拢足欢喜，囡仔拢咧等要比赛，而且足大的鼓励。但是咱良心讲，这嘛得众人配合，因为敢若我也无遐敖，是众人大家斗做，足侪老师、足侪家长、足侪志工，都爱众人，一个人绝对无法度，所以要求是众人有这个意识，这是咱社会的问题，社会的这个。责任毋是我一个人有遐敖，无遐敖。真正有影，这个母语的传承，还靠咱台湾人每一个语言拢爱有啦。啊，其实哦，讲到这个传承，拄即马现主是咱要讲的这个少年辈可能袂晓讲，但是咱自这个可能妇产科开始啊，这个爸爸妈妈先引起认捌一个，认捌着因这个文化。啊，其实甲这个小学嘛，有咱所讲的这个参加着这个演讲啊，也是这个朗读比赛，互因去认捌这个语言。不过头拄仔咱冇看到。就是讲，演讲了啊，落台骹拢讲华语，这嘛是一个大问题呢。啊，所以咱就是爱提醒，因为大家若有听就会讲啦。啊，即马足侪人拢讲啊，我都讲袂认同啊，所以讲语较方便安尼。我是感觉讲，大家人唔通讲笑，慢慢讲勉强，千万唔通讲笑，因为过去的环境就是太不友善啦，哈，太不友善，所以伊若肯讲。就足好诶啊！吼，啊，然后渐渐来鼓励。啊，阮感觉嘛，即摆足侪政府诶官员，伊嘛会有认真咧讲，阮就感觉足欢喜。所以大家拢讲足悲观，但是我拢感觉已经足感谢。当然无够，但是咱用多谢，啊，然后用鼓励是毋通讲笑，真正毋好讲批评。我感觉安尼其实互大家肯讲。我想就真好，尤其是台语推广这部分，有当时讲啊，你着音调无准啦，你着什么啊，这个变调无变啦，其实这会讲主动着要学习的这个意愿。会惊。是啊。啊，所以先多谢足欢喜，我感觉已经加足好啊。是。已经加。当然，实际上学校的课一礼拜才一节，实在是足无够，实在是足无够。所以这个除了这个咱这个民间的力量。政府的力量嘛，爱来看。是啊，我认为讲咱的国家语言法定法通过，甲有咱的台语电视台，我想嘛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进步，阮非常多谢。是啊，多谢恁的努力，辛苦。有影啦，其实哦，咱拢讲公司台语台哦，伫咱7月初开始开播嘛，啊，这个新港界嘛是伫即天开播，不过真侪人的这个拍拼甲努力，其实。才会当经起这个咱公司台语台，啊，其实哦，嘛有咱足侪先辈伫咱台语这地。其实哦，咱看到这地有人这个拍拼真侪啊，但是也有人拍拼无够的。不过咱都还是徛着这个鼓励的心啦。其实哦，因为咱讲有的这个台语考的人，学的较强。因要求较严啦，吼。我都迄是原来袂当怪啦，因为伊就是讲啊，这应该讲个较好咧，吼。但是我是想讲，伊若要肯讲吼，都足值得鼓励啊，我足鼓励，足欢喜的，安就足好。啊，但是大家做伙互相勉励，需要互相勉励。有影啦，因为咱这地哦，其实一定会愈来愈好，愈来愈好，因为咱看咱即马。公司台语台的节目遮尔丰富，嘛是有报地戏啊，嘛是阁有像咱这个论坛性的节目，也是讲人物的这个访问。啊，其实民间咧做的阁较侪。拄先咱讲的，这个有这个童军的这个活动，嘛伫咱的园区内底。其实园区内底有真侪种可能。
阮甲你讲，阮嘛阁有合唱团，阮的合唱团拢唱台语，是，吼啊，阮的剧团，阮嘛有一个剧团吼，小朋友啦，甲老师啊，甲家长啊，甚至职工，大家做伙，阮逐礼拜都有训练吼，嘛是全部拢台语吼，所以阮用各种的方式，各种的活动啊，就是用台语就好，啊，好，而且就是讲用趣味。因为都爱趣味，而且你讲叫伊敢若读册吼，其实用较趣味的方式互因读，所以阮的文化营就是趣味的文化营。都像讲，咱拢想讲，都爱想足济足奇怪，其实毋免，逐项拢会当，甚至阮想讲，像今年的即个其实顶边嘛捌进行过，阮就是讲。会上好是来带囡仔去菜市啊吼，啊各种的菜，什么菜，因拢袂晓呢，真正拢袂晓，所以阮就甲搬入来园区吼，啊，就逐个吼，结果就逐个算甲欢喜啊，啉仔菜啊，实在看实在，啊，然后混去变吼，逐个拢算啊足欢喜，所以伫算的中间，其实就咧学习浸水式啊，就是用台语，安尼尔啦，阮敢若要求用台语尔了，所以真正。邀请这个所有乡亲好朋友来到彰化来看咱的台语文创意。阮欢迎大家做伙来咱的园区啊，参加咱各种的活动。其实中间毋是干那阮家己咧努力，亲像阮彰化县的即个教育处的即个辅导团，台语本土语言的辅导团啊，遮的老师校长，因嘛有各种的研究，啊像即个 APP 啊，伫阮的迄个。内面的即个展现，咱头个有看到遐，拢是足侪人用心，毋是一个人做会到，是正人，大家正人的力量。所以今日非常感谢这咱老馆长周清玉来到咱节目现场，非常感谢。多谢恁的努力辛苦。诚心打造民主路，玉尊主园大文声。今日非常感谢周清玉来到咱节目现场，台湾时间界，咱后回再会。